大家好啊！華記3月22號報道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探討下咧，香港大埔呢個火災宏福苑咧，究竟係天災抑或人禍？計我話咧，你睇完以下喺宏昌閣呢位住戶張小姐呢條片咧，你就會有答案㗎啦。去片。你屋企俾人燒咗，呢幾個月嘅苦難。點解會咁樣？我哋好辛苦，我哋都好難過，但我哋乜都做唔到啊！可以點？我都希望政府俾翻去交代我哋最終。今日再聽咗話一啲今日冇太多特別嘢。係咪都係預料之內？其實都冇話好似第一日。其實所有嘅嘢，琴日又好，今日都好，喺我哋居民嚟講，一早已經感覺到，我哋已經係 sense 到，但係同人講係冇人會認你㗎，冇人會話俾你知，冇人會去同你攞翻個公道嘅。個個只係話唔關我事，唔會尋求係呢樣嘢係同我有關，我都會負責。每一個都係話唔關我事，尋求一個地方話唔關我事，每一個都係話唔關我事，尋求一個地方話唔關我事。你見到啦，你哋聽到啦，你見到啦，你哋聽到啦，唔係呢一單，今日呢一單只不過係其中一單。你見到咁之前嘅同今日嘅，我哋宏福苑呢單，只不過係今日香港所發生嘅其中一件事。再咁樣落去，仲會有其他嘅事情一路會發生。我哋只不過係話俾你知有問題，宏福苑即係話俾你知香港係有問題，香港係有問題。好啦，睇完宏福苑宏昌閣呢位住戶張小姐，佢嗰種無奈嘅咆哮，大家會感受到喺去年11月26號大埔宏福苑呢個火災。唔係天災，係絕對係一場人禍。點解呢？喺我哋嘅聽證會聽咗2日，你就會聽到喺成件事裏邊呢係幾咁腐敗，因為承建商偷工減料，因為圍標，因為政府執法人員把關不力。你推我，我推你。喺呢條片裏邊咧，張小姐咧就係話政府部門嘅官員咧正在係努力尋找唔關我呢個部門事嘅地方。聽住，係唔關我呢個部門嘅事嘅地方。佢唔係尋找真相，佢係尋找唔關我事嘅地方。所以睇到呢條片，個心真係揦住，但係我哋都有用一個持平理性嘅表達方法咧，去將呢件事還原點解係人禍。首先要講講歷史先，大家記住3個時間，喺2009年同埋2012年同埋2017年，大家可以喺網上搜到㗎啦。當年咧2009年咧，林鄭咧係為咗咧推動一個咧翻新樓宇嘅大行動，當時嘅初心咧就係因為金融海嘯啦，咁啊有2個目的嘅，第一個咧就保就業啦，第二個咧就美化咧就大廈嘅外觀啊。咁其實咧佢係好心做壞事嘅，佢出發點係好嘅，但係咧喺執行嗰度咧係甩咗碌。跟住咧去到2012年嘅時候咧，當年咧就開始要推行呢個咧就強制驗樓啦。去到2017年咧，就要咧有一個咧招標妥，就防範咧就啲奸商、承建商係圍標嘅。咁其實聽落咧都係想推動呢個社會進步，同埋咧工人有工做啊，加上咧大廈咧有日常嘅維修咧，係對整棟大廈咧都係有好處。問題就係執行嗰方面啦。因為咧呢一嚿肥豬肉咧喺工程界裏邊咧，政府咧係透過大量補貼，聽住係大量補貼，所有透過招標妥嘅單位咧，
如果你係超過60歲嘅咧，每一戶咧係會有4萬蚊嘅政府嘅補貼啊，納稅人啲錢嚟㗎補貼。咁然之後個尾數咧就係住戶咧嗰度俾嘅。咁啊，宏福苑呢個咧好似仲有多啲添㗎嚇。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你造成咗咧呢一個係一條財路嚟嘅，好多人咧就擔住呢個肥豬肉咧，就不擇手段咧就去食呢個肥豬肉，就貪贓枉法，咁啊引發呢一場災難。咁去到2017年出咗招標妥之後咧，如果我哋作為市民，你住嗰棟樓係超過30年嘅，咁會有一個叫強制驗樓。如果你唔跟政府咁做咧，政府就會將你釘契，咁會出一個叫做 building order 同埋 court order， 咁令到你咧係賣唔到嗰層樓，咁同埋咧係要俾法庭照上去咧係罰錢嘅。咁其實你令到咧好多嘅大廈管理公司同埋維修公司咧，佢係必須咧係要你做嘅。因為大廈管理公司都要配合招標妥，都要配合承建商，都要配合政府，所以我哋作為小市民咧係冇辦法之拒絕，你唔可以唔接受。只要你住喺30年以上嘅樓齡，你就必須要做維修招標妥，你唔做就政府拉你，所以你係冇得 say no 嘅。OK， 政府出發點係好，但係執行力係零啊！即係又係嗰句説話，好心做壞事。點解林鄭好心做壞事呢？出發點係好，但係執行嘅時候咧，你就好腐敗啊，令到人哋會圍標貪污，跟住咧政府卸膊造假。咁我哋聽到咧呢個宏昌閣呢位張小姐，我真係好心痛。佢就話咧，我哋居民見到有問題。其實所有嘅嘢，琴日又好，今日都好，喺我哋居民嚟講，一早已經感覺到，我哋已經係 sense 到，但係同人講係冇人會認你㗎，冇人會話俾你知，冇人會去同你攞翻個公道嘅。個個只係話唔關我事，唔會尋求係呢樣嘢係同我有關，我都會負責。每一個都係話唔關我事，尋求一個地方話唔關我事。你見到啦，你哋聽到啦，唔係呢一單，今日呢一單只不過係其中一單。基本上啲工人周圍喺度食煙，我哋去咗投訴，啲棚網根本唔合格，我哋啲居民又去咗投訴，嗰啲發泡膠封窗，我哋覺得唔妥，我哋又去咗投訴，我哋不斷去投訴，去到政府嘅時候，房屋署派人落嚟就話冇見到人哋食煙，跟住房屋署測量師劉家敏佢就通水，收到居民投訴要驗你啲網，跟住佢就早一日去買一啲偷龍轉鳳嘅網就翻嚟試，跟住業主立案法團徐滿金佢就同個承建商打龍通，喂，你哋嗰啲片唔好咁流喎。喂，做啲樣好喎，唔使 short 㗎啦嚇！你整條片出嚟好睇啲，一聽落去知道呢個業主立案法團主席係收咗人水啦，走唔甩啦，打龍通啦，不斷嘅住戶喺度咆哮，喺度呼叫，所有政府部門保障大廈嘅火警系統全部壞晒。所有房屋署、消防署、屋宇署、勞工處呢啲所謂香港有質素嘅部門嘅首長嘅機制，全部係爛蘋果嚟嘅。根本喺呢件事上邊，聽證會所有部門係互相推卸責任，全部都話唔關我事，每一個人都喺度尋求緊唔關我事嘅地方，唔想孭鑊。而我哋高官問責制就變咗高官卸膊制，全部都係高官卸膊，識出糧，全部都讚，做錯晒唔會罰。根本我哋作為香港人係好氣憤，見到呢啲嘢。大埔宏福苑絕對唔係天災，透過聽證會嘅披露，一定係人禍。所以我哋今日聽到
好多宏福苑嘅災民喺未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已經不斷去咆哮、不斷去呼叫、不斷去投訴，但係所有嘢都係俾下邊嗰度攔晒，俾所有政府部門推卸責任，唔關我事，唔關我事。去到宏福苑個維修仲有1個月就完工，就係差呢1個月，就係差呢1個月，所有嘅嘢已經化為烏盡。千幾兩千嘅單位，而家喺大埔公路，你見到頹垣敗瓦，一個廢墟，聞到一陣燒焦嘅味道。我哋睇到成個宏福苑，我哋每一日，如果你係揸車經過，或者你返工搭巴士經過，你會好心痛。但係我哋香港政府究竟而家補救措施係咪做公關 show 呢？可唔可以實質啲呢？係可以將我哋嘅高官問責制係有決心表露出嚟呢？我記得習主席曾經講過一句説話，就係為官避事平生耻。如果你用華記正能量搜尋，我最熱門嗰條片有100萬 view 嘅呢，就係習主席落嚟我哋香港政府對住啲官員喺度訓話，就係話為官避事平生恥。如果你怕事，你就唔好做官。好簡單嘅，咁我哋可唔可以體現我哋國家呢一種管理嘅精神？我哋睇到國內其實有一件牽涉到好幾條人命嘅案件呢，或者意外呢，啲局長啊、處長啊就要落台㗎啦。香港呢個地方又唔使交稅俾中央，又唔使交地方稅，基本上係一個天堂。阿爺就不斷泵啲自由行，不斷俾啲商機我哋香港。我哋香港啲官員做咗啲乜嘢？係不斷喺度，全部都喺度維穩嘅，全部都係粉飾太平嘅，不斷就話香港好好嘅。但係你有冇見到宏福苑呢班居民佢哋咆哮嗰種無助？希望喺呢個咁慘痛嘅事件上邊，我哋香港政府嘅官員係會有一個負責任嘅態度，同埋係受到教訓。作為一個部門嘅主管，絕對唔能夠推卸責任。當然喺呢個火場上邊救火，其實都係出現一種好大好大嘅問題。所以呢一場唔係一個天災，絕對係一場人禍。包括我哋冇用水彈啦，冇用無人機啦，冇用長臂猿啦，冇用100米圍梯啦，拒絕咗大陸嘅消防員嚟幫手等等啦，好多呢啲問題呢，令到我哋168條人命咁冤枉就唔見咗啦。希望我呢條片出街之後，可以喚起香港政府嘅官員有決心，要將有關牽涉到人嘅部門，甚至係處長，都一定要落台，唔好諗住揾幾個咁嘅主任仔，咩房屋處測量師、樓監問呢啲攞嚟祭旗，下邊犯錯，上面都要孭鑊㗎。好啦，今日我呢條片講咗咁多先，多謝大家支持，拜拜。講過了，在這裡呢，我送大家3句話，一是一寸丹心為報國，二是為官避事平生恥。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又十分複雜，這就決定了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三是上下同欲者勝，幹事創業，團隊精神必不可少。特別行政區政府管制團隊是一個整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